日元的回落波動並非僅僅是去東京購買商品或旅遊的好時機。在探討這一現象時，我們需要將視線從單一的回落市場延伸至全球資本流動、宏觀經濟週期以及各主要經濟體的結構性差異。日元對美元回落跌破150甚至160的關口，實際上是全球宏觀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動的一個最觀測指標。日本這個擁有龐大外匯儲備和深厚工業基礎的經濟體，其貨幣政策的轉向與匯率的劇烈波動，是全球金融秩序調整過程中的關鍵一環。此時此刻，全球資本正在根據各國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和基本面預期進行重新配置。今天，我們將用客觀理性的視角拆解這場宏觀經濟變動背後的底層邏輯。當資本流動的方向發生改變，各個經濟體面臨着怎樣的結構性挑戰？作為普通人，又該如何理解這些宏觀週期，並在其中做出合理的財務規劃？當歷史的週期步入當前的階段，觀察日本的經濟現象會發現一重明顯的結構性差異。一方面，由於日元名義匯率的大幅貶值，外國遊客在日本的購買力顯著提升。在東京的商業區，海外遊客利用匯率差價購買高端消費品，睇得日本成為了全球相對成本較低的消費市場。日元對美元以及其他主要貨幣的貶值，從購買力攀介的角度來看，使得以外幣計價的日本商品和服務具備了極強的價格優勢。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的宏觀經濟指標則展現出不同的途徑。日本是一個高度依賴外部資源的國家，能源進口依存度極高，糧食自給率也常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日元匯率的持續走低，直接推高了進口商品的名義價格，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普通民眾在購買日常消費品、食品和能源時，面臨着物價上漲的壓力。這從輸入型通脹如果沒有伴隨實際工資的同步增長，必然會導致居民實際購買力的下降，進而影響國內的總體消費需求。這從匯率貶值帶來的外部購買力增強與內部購買力受損的錯位，是理解當前日本經濟的關鍵切入點。這並非僅僅是一場簡單的匯率數字變動。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日元匯率的變動是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和資本重新定價的直接結果。長期以來，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日元一直被視為一種具備避險屬性的貨幣。回顧歷史上的幾次重要金融波動，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日元往往會呈現出升值的態勢。甚至在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等嚴重外部衝擊時，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依然保持堅挺，甚至創下新高。這種現象的形成並非因為日本經濟在危機中具備免疫力，而是由其長期的貨幣政策和全球套利交易機制決定的。然而，當前的宏觀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應對國內高企的通貨膨脹，採取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為激進的加息週期，將基準利率提升至5%以上的高位。而日本為了維持國內經濟的復甦勢頭和通脹預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堅持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這種巨大的利率差導致資本不可避免地從低收益資產流向高收益資產。日本作為一個長期維持低利率的大型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顯著的資本外流，其匯率的成立便是這一宏觀經濟現象的最直接體現。了解日元的變化是我們觀察全球經濟週期演變的重要參考。要深刻理解日元匯率的動態演變，我們需要剖析其背後的核心金融機制、利差交易以及日本長期以來的貨幣政策演進。日元的所謂避險屬性，其實是一個金融市場微觀操作在宏觀層面的體現，並非單純基於對其國家經濟基本面的絕對避險。這機制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上世紀80年代，全球主要工業國面臨嚴重的貿易失衡問題，尤其是美國的雙赤字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為了協調國際匯率，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締成了廣場協議。
協議的核心在於通過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促使美元對主要貨幣尤其是日元和馬克貶值。日元的快速升值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但也對日本高度依賴出口的製造業造成了巨大衝擊，亦要對沖匯率升值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日本央行採取了大幅降低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這使得國內流動性嚴重過剩，大量資金衝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最終催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當泡沫在90年代初破裂後，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和通貨緊縮。面對長期的通縮壓力，日本央行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不斷探索極端寬，從1999年的零利率政策到2001年的量化寬鬆，再到2013年的量化加質化寬鬆，最後發展到更為複雜的收益率曲線控制和負利率政策。日本央行通過在二級市場大量購買本國國債，長期將國債收益率壓制在極低的水平，甚至成為了日本國債市場最大的持有者。這種長期的極低利率環境為全球金融市場提供了一個天然的低成本資金池。國際機構投資者、對沖基金以及部分日本國內的個人投資者紛紛參與到日元利差交易中。其基本邏輯是以極低的利率借入日元，然後在即期外匯市場將其兌換成美元或其他貨幣，最後投資收益率較高的新興市場債券、美國國債或高息資產。只要日元不發生大幅度升值，且目標投資國的收益率高於日元的借貸成本，投資者就能穩定獲取利差收益。正是這種龐大的利差交易規模，塑造了日元的避險特徵。當全球宏觀經濟運行平穩、風險偏好較高時，利差交易活躍，這一並賣出日元的操作度，使日元匯率偏弱。然而，當全球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或地緣政治衝突時，全球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市場風險偏好急劇下降。此時，投資者為了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或者面臨追加保證金的壓力，被迫平倉之前的利差交易。平倉的操作意味着他們必須賣出海外高息資產，買回日元以償還債務。這種在異啲時刻因集中平倉而產生的巨大日元買盤，在表面上推高了日元匯率，使其表現出了與黃金等傳統避險資產類似的走勢。但是，當前的宏觀條件打破了這機制的平衡。美聯儲的持續加息使得美元的無風險收益率大幅攀升。當美日兩國的利差擴大到歷史性高位時，持有美元資產的絕對收益遠超匯率波動的潛在風險補償，這導致傳統的利差交亦不僅沒有平倉，反而因為巨大的息差誘惑而持續擴大。資金加速流出日元資產，使得日元面臨持續的單邊貶值壓力。此時，日本央行面臨着經典的宏觀經濟學難題。如果選擇大幅加息以縮小利差、穩定匯率，這將顯著增加日本政府龐大國債的利息償付負擔，同時可能對剛剛展現出復甦跡象的國內微觀經濟主體造成壓制。如果維持低利率不變，即日元將繼續承壓，輸入型通脹可能會進一步侵蝕企業利潤和居民實際收入。這從政策選擇的約束是當前日元匯率承壓的根本原因。日元匯率的變動並非孤立事件，它是全球貨幣政策周期性調整的縮影。在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中，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世界貨幣和結算貨幣，其貨幣政策的調整必然會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深遠的溢出效應。這種因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而引發的全球資本流動規律，在經濟學界上被研究分析。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主要服務於其國內的法定雙重目標，促進最大就業和維持物價穩定。當美國國內面臨經濟衰退風險時，美聯儲通常會採取降息和量化寬鬆政策以刺激經濟。在這一階段，美元的融資成本大幅降低，流動性充裕，做你的資本為了尋找更高的回報，會大量溢出到經濟增長預期更高、資產收益率更高的新興市場國家。
這些資金的流入，在客觀上推動了新興市場國家國內信貸的擴張、資產價格的上漲以及經濟的繁榮。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會傾向於借入低成本的美元債務，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擴張。然而，當美國國內面臨通脹壓力或者經濟出現過熱跡象時，美聯儲必須履行其維持物價穩定的職責，帶動加息週期並縮減資產負債表。此時，全球資本流動的方向開始發生逆轉，隨着美元無風險利率的上升，美元資產的吸引力顯著增強。原本配置在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開始回流美國，這從資本的逆向流動會對非美經濟體造成多重宏觀經濟壓力。首先，資本外流會導致非美貨幣普遍面臨貶值壓力。其次，對於那些借入了大量美元計價債務的國家和企業來說，美元升值和利率上升意味着其實際債務負擔和利息支付成本顯著增加。如果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不足，或者經常帳戶長期處於逆差狀態，就極易引發國際收支危機。為了穩定本國匯率和防止資本過度外流，非美國家的中央銀行往往被迫跟隨美聯儲進行加息，即便其國內經濟基本面並不支持緊縮政策。這從外部貨幣政策的強制性傳導，容易對各國的實體經濟造成緊縮效應。歷史上有多次類似的宏觀經濟週期，例如上世紀80年代初，為了應對美國國內的高通脹，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採取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大幅提高聯邦基金利率。這一政策雖然成功控制了美國的通貨膨脹，但也導致了全球借貸成本急劇上升。當時大量借入浮動美美元債務的拉丁美洲國家，由於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出口收入銳減，陷入了嚴重的債務違約危機。同樣在上世紀90年代，隨着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和美聯儲的加息，美元指數走強。而當時的東南亞國家普遍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同時國內存在金融監管不完善、經常帳戶逆差和過度依賴短期內資等結構性問題。資本的迅速撤資導致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迅速消耗，最終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引發了廣泛的經濟調整。當前的宏觀週期與歷史相比，其特點在於美聯儲在將利率提升至高位後，由於美國國內勞動力市場的韌性和服務業通脹的占成，利率在高位維持的時間長於市場此前的預期。這從更高更久的利率環境，使得全球非美經濟體持續面臨資本流出的壓力。這並非某種刻意為之的針對性策略，而是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結構和主權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客觀反映。在這種宏觀引力下，全球資產正在進行重新定解，資金正向能夠提供更高風險、調整後收益的區域和資產類別集中。在全球資本重新配置的過程中，不同經濟體由於自身的經濟結構、債務水平和貨幣政策框架的不同，面臨着不同程度的挑戰。日元匯率的變動只是全球經濟途徑中的一部分，觀察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經濟體，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首先觀察高度外向型的亞洲經濟體，例如韓國。韓國的經濟結構以出口導向為主，半導體、汽車、造船等是其核心支柱產業。在國際貿易市場上，韓國的出口產品與日本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和替代關係。當日元出現大幅貶值時，日本出口商品在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市場上具備了相對的價格優勢，這在客觀上對韓國的出口競爭力造成了外部壓力。除了外部貿易環境的挑戰，韓國宏觀經濟的另一個關注點在於其較高的家庭債務水平。韓國的家庭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全球薩大經濟體中處於較高位置。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韓國特有的全租房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租戶向房東繳納一筆高額押金，通常佔房價的相當高比例，以代替每月的租金。房東則利用這筆押金進行
再投資或償還貸款。這種模式在利率下行週期和房價上漲階段能夠順利運轉，並放大了房地產市場的信貸槓桿。然而，在全球利率中樞上移的背景下，韓國央行為穩定匯率和控制通脹，而提高基準利率，導致抵押貸款利率上升。這不僅增加了普通家庭的債務負擔，也使得全租房市場的資金面臨考驗。如果房價出現波動，房東返還押金的壓力將會顯著增加，從而對金融系統的穩定性產生一定影響。視線轉向東南亞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許多東南亞國家近年來積極承接全球產業鏈轉移，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大力發展加工製造業。這種模式推動了當地經濟的快速增長，但也存在一定的結構性依賴。加工貿易往往需要從國際市場進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間零部件，在美元保持強勢的週期內，以美元計價的進口成本上升，容易引發輸入型通貨膨脹。同時，如果美歐等主要消費市場的需求因利率上升而放緩，這些外向型經濟體的出口增長也會受到抑制。在資本流動方面，如果本外幣利差過大，外資的流入速度可能會放緩，甚至出現階段性流出。這對依賴外部資金平衡國際收支的國家提出了更高的宏觀調控要求。在看歐洲的宏觀經濟狀況，英國經濟在近年來面臨着多重挑戰的疊加，包括通貨膨脹、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長預期以及較高的公共債務。為了應對物價上漲，英國央行採取了堅決的加息措施。然而，貨幣政策的緊縮也對實體經濟和資產價格造成了壓力。2022年秋季，英國金融市場曾發生過顯著的波動，由於當時的財政刺激計劃引發了市場對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導致英國國債收益率急劇上升，養老金基金等機構面臨流動性壓力。這凸顯了在當前的宏觀環境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基於歐元區，其核心的結構性特徵在於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並存。歐洲中央銀行負責制定佢用於整個歐元區20個成員國的統一利率，但各成員國的經濟基本面、債務水平和財政狀況存在顯著差異。例如，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方國家通常財政狀況較好，而在抗擊通脹時更偏向於偏緊的貨幣環境。而一些南歐國家則背負着相對較高的政府債務，對利率上升更為敏感。當歐洲央行為了控制歐元區整體通脹而加息時，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融資成本會相應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歐元區內部的宏觀經濟協調難度。雖然歐洲央行已經推出了如傳導保護工具等機制來防範金融碎片化風險，但這種結構性的差異依然是歐元區在應對外部宏觀衝擊時需要持續關注的課題。在分析了非美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後，我們同樣需要客觀審視這一輪宏觀週期對美國自身經濟的影響。美聯儲的緊縮政策雖然推動了美元的強勢，但高利率環境同樣給美國國內經濟的各個層面帶來了顯著的成本和約束。最直接的影響體現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利息支出上。目前美國國債規模已處於歷史高位，在長期的零利率和量化寬鬆時期，政府的舉債成本極低。然而，隨着基準利率的快速攀升，美國財政部在發行新債和滾動購債時，必須支付更高的票面利率，這導致美國政府每年的債務淨利息支出大幅增加，佔據了聯邦財政預算越來越大的比例。高額的利息支出不僅擠壓了其他公共領域的財政空間，也引發了學術界和市場對於美國長期財政可持續性的理性探討。此外，高利率環境對美國國內的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也產生了緊縮效應。在銀行業，由於部分金融機構在低利率時，其配置了大量長期固定收益資產如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量 BS， 當利率快速上升時，這些資產的市場價值出現帳面浮虧。如果銀行的負債端與存款面臨流失壓力，
被迫在市場上虧本出售資產以獲取流動性，就會引發資產負債表錯配的風險。2023年初部分美國區域性銀行的風險事件，正是這從利率風險管理不當的微觀體現。同時，美國商業地產市場也因為這太成本上升和辦公模式轉變而面臨再融資的壓力。儘管面臨這些內部成本，美聯儲依然優先致力於實現其控制通脹的法定目標，因為穩定的物價是經濟長期健康運行的基石。在這過程中，美元憑藉其在全球貿易計價、跨境支付結算和國際外匯儲備中的核心地位，依然保持着極強的網絡效應和流動性優勢。這從國際貨幣體系的慣性，使得全球資本在面臨不確定性時，依然傾向於將美元資產作為重要的配置方向。然而，在全球宏觀環境複雜演變的背景下，全球資產配置的邏輯也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其中最引人著目的現象是黃金等替代性儲備資產的需求顯著上升。傳統上，黃金是一種無息資產，其價格走勢通常與美元實際利率呈反向變動。當美元利率上升時，持有黃金的機會成本增加，黃金價格往往承壓。但近年來的市場走勢顯示，在美元利率保持高位的同時，黃金價格卻呈現出強勁的上漲態勢。這從背馳傳統經驗規律的現象，反映了全球宏觀基本面和地緣政治環境的深刻變化。其核心驅動力在於全球中央銀行持續且大規模的購金行為。近年來，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央行，顯著增加了官方黃金儲備的持有量。這從行為邏輯不再僅僅是基於對短期利率的考量，而是出於對資產負債表多元化、降低單一貨幣依賴以及應對複雜地緣政治風險的長期戰略儲備需求。黃金作為一種不依賴於任何主權國家信用的實物資產，在當前的全球金融體系中，正在發揮其作為終極價值儲藏手段和避險資產的結構性作用。這並非意味着現有國際貨幣喺度迅速瓦解，而是表明全球儲備資產配置正在向更加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方向漸進演變。回顧前面的分析，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大國之間的政策溢出效應以及全球資本的流向變動，聽起來似乎是宏大而抽象的命題。然而，宏觀經濟的任何一次深刻調整，最終都會通過匯率、物價、利率和就業等渠道傳導至每一個微觀經濟主體的日常生活中。匯率的變動直接影響着一國進出口商品的價格體系。當本幣貶值時，雖然有利於出口企業，但對於依賴進口的能源、基礎原材料和部分生活必需品而言，其國內零售價格面臨上漲的壓力。這種結構性的物價波動會影響普通家庭的消費支出結構和實際購買力。在當前的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下，利率中樞的抬升使得資金的使用成本不再低廉。過去在寬鬆流動性環境下基於高槓桿的資產擴張模式正面臨嚴峻的考驗。對於普通民眾而言，理解這些宏觀經濟規律，其意義不在於進行短期的投機操作，而在於建立更為穩健和理性的長期財務規劃框架。在面對經濟週期的不確定性時，有幾個基於財務穩健原則的基本思路值得參考。首先是重視流動性管理，合理控制債務槓桿。在經濟擴張和信貸寬鬆的週期，適當運用槓桿可以放大投資收益，但在宏觀環境轉向緊縮、利率上升的週期中，現金流的穩定性比帳面資產的規模更為重要。普通家庭和微觀企業應重新審視自身的資產負債表，避免過度依賴短期借貸來維持長期的投資或消費，保持充足的流動性儲備，以應對未來可能的收入波動或突發支出，是防範財務風險的基礎。其次，需要根據宏觀環境的變化，客觀重新評估資產組合的外在價值。在過去的低利率時代，
許多資產的估值更多地依賴於資本利得的預期和資金面的推動。其在當前的環境下，資產的定價邏輯正逐漸回歸到其產生實際現金流的能力上。投資者應更加關注資產的內在質量、流動性以及長期的風險收益比，逐步優化資產配置結構，減少對低效或缺乏實際資產的依賴。最後，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多元化配置始終是控制風險的有效手段。在理解了各國貨幣政策差異和全球資本流動規律後，可以根據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闊度關注具備全球共識的硬資產或具有跨週期保值屬性的配置工具。這種分散化的配置，旨在降低單一經濟體內部政策變動或單一貨幣購買力波動對整體財富組合的影響。宏觀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由多重變量交互作用的複雜系統，它在繁榮與調整的週期中交替前行。理解匯流的波動、利率的調整以及資本的流向，能夠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識當前所處的經濟環境，在面對複雜多變的全球金融局勢時，保持客觀理性的認知，持續學習和理解宏觀經濟的基本規律，是我們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做出合理決策、穩健規劃自身財務未來的重要前提。在這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週期更迭中，理性的財務管理和對經濟常識的敬畏，將是引導微觀主體平穩穿越宏觀週期的關鍵所在。